嗱，差唔多掟嘢落嚟噶啦，呢個禮拜掟咗3萬嘢落嚟噶啦，先至聲明啊，邊個放手先邊個輸噶？唔止啊，邊個走開就輸雙倍啊！啲人又會掟嘢落街，咁無聊嘅？無聊得過我哋喺度等佢掟嘢落嚟。哇！電腦同埋電器唔係咁樣丟落街就當處理咗㗎。哎呀！點搞好呢？咁佢多報廢電腦，係咯，堆咁多係公司，嚴重影響工作環境嘅安全。真係好頭痛啊！係啊，真係要快啲處理。我哋提供4電一路回收服務，呢個服務可以幫你處理舊電器，減少環境負擔。唔好睇小物業管理公司嘅文件，有齊晒成個屋苑住客嘅資料，亦都有公司嘅管理資料，真係唔可以將呢啲文件當成普通垃圾咁去處理㗎。威尼斯環保嘅文件消費服務，我哋提供安全可靠嘅文件處理方案。應該揾邊個嚟回收？呢啲壞咗嘅器材真係好煩。歡迎物業管理公司，你哋嘅4電一路回收文件消費服務，清理會所健身器材或者屋苑雜物，都可以揾我哋幫手㗎。拜拜。